交通部公路局今日公布新的驾照管理三大改革策略，其中这旧龄换驾照呢，只要满70岁，明年5月开始呢，就要主动去换；到75岁，驾照3年换一届，而且也要做这体格检查、认知功能测验等等。主要目的呢，就是要来确保讲这驾驶食老，也是会当有安全赛车能力。 想要赛车上路，为少民众会到驾训班接受训练。不过，对明年开始想要摕到驾照，恐惊无简单。因为交通部公路局对着驾照管理做改革，明年开始，你汽机车的考照笔试的改制全部选择题，路考也增加停留甲无号志路考项目。希望经由以人为本的驾驶员先配套训练，让驾驶员养成主动停留的文化，促使这个就是考照的驾驶，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。透过练习的时候，就是无非就是希望说他能够强化他的各方面的，变成是一个习惯。我在一开始的训练跟考照重研的话，坦白讲，后面的回训部分上跟安全性相对能够提升。 另外，伫回分制度对特定累犯矫正，明年新增加讲习对象，若是重大再犯，也加重这个延长讲习时数。若互吊销驾照，禁考3年以上，若要停考，爱强制完成驾驶训练。如果考照加严，将来无照驾驶会不会更增加？所以我们也要去加强无照驾驶跟重大交通违规的执法。 也若侪岁人换照，对明年5月起，即要年满70岁换照，爱通过体格检查这项目。驾照效期会用到75岁，75岁民众想要换照，爱上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甲危险监督体验，每3年会使换1摆驾照。不只是认知功能的缺损以外，视力跟听力其实是影响到一个驾驶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 公路局讲，对明年1月开始的分阶段推动17项改革的做法，让整体驾驶人具备正确观念甲道德，达成每年降低7%死亡人数的大爱防治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